海外梦之声，海内外台湾人共同为台湾来发声，参与主流，行入世界，这是阮的心声。I think this is the voice of Taiwan US.net and the worldwide Taiwanese. They'll get together to voice out for Taiwan. I think the men to join the mainstream and walk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is is our voice. 因为咱今仔日演讲者、主讲者内底有一个是用英语来讲吼，所以咱伫遮单位真欢迎伊吼。那么这个海外网之声，伊本身是一个无附属的政治团体吼，是主要就是讲要安怎来替台湾参与国际主流社会来发声吼。咱毋茫讲咱的专家，咱的这个社会优质人士会当提供因专业的建言吼，来促进台湾会当早日行入这个民主世界。伫顶礼拜，咱已经举办了7个礼拜，这第8礼拜吼，咱伫这个第8伫这个过去1礼拜内底也发生，咱看到讲伫 Ukraine 这场战争啊，这普丁Russia 伊用这个 vacuum bomb 吼，伊要来轰炸这个非常的残忍啦吼。当然伊的好，伊的真效力吼，伊的威力吼非常的恐怖，大家拢看会出来吼。但是乌克兰的人因受到全世界吼各地来帮忙，所以咱有看到伫这德国啦、法国啦、甲美国啦、甲瑞典吼，因拢有甲因所有的这重机械已经吼，这个因的 tank 吼，因的cannon 大炮吼，拢送入去伫乌克兰，所以即摆战争啊，其实无一定讲一面倒就对了吼。那么你会当看到讲 Ukraine fight back 吼，已经是有啲反抗吼，这咱看到讲 Ukraine 因的意志非常的坚定吼，但是普丁为着要迎接吼后日就是5月7、9都已经伫眼前啦吼，伫欧洲、伫亚洲可能是马过1天尔就到啊吼，所以即摆因讲一定要甲这个 Mariupol 吼要甲摕落来，但是呢，Ukraine 人是毋是讲就要安尼让手？我想无一定啦吼。伫这遮你会看，就是讲伫迄个亚速钢铁厂的顶悬吼，大家安尼伫遐血战吼，伫遐发真激烈的这个战争就对。这个这个月5月份啊，伫美国吼，伫美国本身是一个叫做 Asian Heritage Month， 就是讲伊的传统纪念月就对啦。这个传统纪念月呢，咱今这个月内底吼，真侪议题吼，拢甲亚洲社会对这个有关系吼。那今仔日咱有邀请到2位吼非常杰出的这个教授要来针对这个因的等下吼，咱的主持人会甲咱介绍吼，因为针对香港啦吼，甲针对这个马来西亚吼，伫遐所因观察到的对这场战争所产生的启示，要来甲咱分享安尼。今仔日的主持人就是咱的区教授吼Paul 吼，伊今仔日要来甲咱做一个真精彩的介绍。Paul，now it's your turn，take it over。区教授，我即摆甲这关掉吼。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很荣幸今天晚上我们又能邀请到非常有经验的 researcher 来跟我们 talk。那首先要跟各位抱歉一下，其中一位讲者汉明德先生 Casey Hammond， 他因为临时有一些事情，他不能来参与今晚的讨论，所以今天晚上是由一位讲者来主讲这个中国对香港的影响。但因为另外一位讲者Casey Hammond， 他主要是在讲
马来西亚，但是他今天晚上因为临时有事，他不能来参与我们，是先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先致歉。首先我们先欢迎，谢谢主办方那个谢先生张谢的介绍。以下在节目结束尾声的时候，请在蔡明峰先生下次的节目做预告。即摆无听诶，无听。各位有听到我在讲话吗？很小声，很小声，要大声。对不起，那我再讲大声一点，对不起。OK， 可以，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邱万军。那很荣幸今天晚上为各位服务，来介绍今天晚上的这个节目。那先跟各位致歉一下，因为另外一位讲者Casey Hammett 他临时有事情发生，所以他不能来参与。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主要是中国对香港的影响。那还有就是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台湾，还有欧洲和日本等亚洲自由国家要如何回应中国在东南亚，特别是在香港这方面扩张。那在这边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晚上的讲者何明修教授。何明修教授目前是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系的教授，并且兼任台湾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那这个位置是相当重要，因为他是掌管了台湾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这个research grant， 他的研究计划。他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劳动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另外，他对香港社会和学生运动、香港学生运动有相当的研究。此外，他曾经在中山大学、南华大学任教过。另外，除此之外，他还有访问过美国纽约大学 NYU 和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那他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的丰富。那我们非常感谢他今天在利用台湾母亲节的时间，牺牲他家庭的时间来与我们分享。那请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何明修教授，谢谢。谢谢大家哈，非常第一次来这个台湾海外网哈，那我就分享我的那个简报档哦。那个Paul，你要先离开我才可以分享。Paul，你要关掉 ，OK。那请问一下Paul，那个因为现在变成只有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啊，那我还是要分前半段、后半段，还是我一次把它讲完，就大概会50分钟？也许您就是说先讲差不多35到40分钟，然后让观众朋友能够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再进行第二阶段的报道，好吗？好，谢谢哈，这样子你也比较节省体力，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分2节课哈。大家好，谢谢台湾海外网的邀请，谢谢那个 Paul 的介绍哈。那我想我今天就来谈香港。那大概谈的题目这一曲都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是在台湾从7、8年来还蛮流行的一句话，就觉得说香港发生什么事，那接下来可能对台湾也有很多的启示的作用了哈。那我想我就从台湾的观点来看，说这几年来香港的变局以及台湾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那我会一开始比较从历史来看就所以前半段会比较像是历史，后半段会比较像是晚近以来的一些抗议以及运动的相互声援所以我就先从背景来看那也顺便谈谈说台湾跟香港过去在历史轨迹上怎么样走不同的路那我先从这3张照片开始那这张照片其实会变成这样子，就是台湾跟香港好像被绑在一起这个其实是晚近以来的发展。那先讲左边2张左边2张是在2014年，是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就是那时候占领立法院，因为就是要抗议
服贸协定，那时候是马英九政府的时期。那时候左边第一张就是一个香港人，就不知道是谁，他就自己跑来那边，他就拿一个板子，他就那个板子上面写说我是香港人，请台湾踏在我们的尸体上想你们的路。那意思是说，那时候因为服贸协定涉及到就是跟中国的经济整合，那香港也是从97年主权移交的时候慢慢走上这条路，结果香港人开始很多的抗议跟不满，所以香港人自己跑来跟台湾讲这件事情。那中间那个是一个台湾的人，他也是看到那个，他就讲就说，我们台湾应该要一起前进才对，好像前面那个讲法，好像香港已经死了，好像觉得很悲观。那是2014年。那最右边那个图是在2019年，因为香港有大规模的抗议，就是反送中运动，然后从19年的6月一直延烧到19年年底。那台湾刚好是2020年1月要投票选举，选立法院跟总统大选。那个时候这是其中一件而已，就是一个香港人不知道是谁，而且你看他的装扮就穿全身黑衣戴安全帽，就是那时候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最基本上的装备了哈。那他就自一个举牌子，他就说，台湾人应该好好想想，你们接下来投票投给要怎么投。那其实那时候很多香港人来表态，也没讲说要投给谁，但大家都知道说不是投给国民党就对了。那所以我想说，从这3张照片来跟你讲，就说跟大家分享，就说这几年来，其实你看到就是说台港之间的公民社会层次的互动是非常非常密集，而且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大家共同对抗一个巨大的一个的敌人的对。好，那我就要从历史开始来讲，我们其实台湾人跟香港虽然地理很近啊，但是历史上真的差很远哦。那轨迹也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蛮有趣可以讨论，就说1982到84年开始中英谈判谈香港的未来的问题哦。那后来谈出来的结果就是97年要全部回归 ，OK。那当时中国承诺就是50年不变港人高度自治哦。那当初为什么1982年谈？那其实那时候涉及到新界其实只有15年，那九龙跟港岛其实是永久割让。那说实话，那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向英国是可以不管的，因为只有新界有问题。不过那时候整个新界已经整合在一起，所以不可能这样分割处理。那为什么是82年开始谈？因为到97年之前15年，那所以那时候银行放款都是房子借贷15年，所以银行会开始担心，就是说第15年之后，在第16年之后，那到底那个房子是归谁的？贷款没办法这样贷下去，所以那时候银行其实逼的，香港金融界逼的，英国港府要去跟中方谈，谈出来结果是这样子的哦。但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其实香港人会有犹豫啊，那当时有民意啊，但是那时候有做这个民意测量调查，但是没有公布，就说其实绝大多数是维持现状，就是英国统治啊。那时候也有一个讲法，就是说那中国跟英国谈，那香港人要不要去有代表呢？我那时候所谓三角凳，就是说实际上谈的结果是，就是中国不让香港人去谈，所以就2个强权就决定了香港的前途。那时候有一个记者，他后来成为民主党的党主席了哈。那时候记者他去抗议台企了，他就说，那时候香港只有500万人，他说那个台企的首相你签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要把500万的香港人啊，然后送入共产党的统治的独裁统治之中，这样合理？然后台企根本就连理都不理他了哈，也不理，因为那时候其实社会上是有忧虑，但是其实上没有一个反对的声音呢，没有一个反对声音啊。我接下来会讲为什么没有反对声音。那这个越到晚近，尤其在14年雨伞运动出现之后，19年反送中运动出现之后，香港年轻人开始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时候学生在想什么？为什么那时候竟然没有人反对？那个时候的学生，我就要讲到，那时候学生其实香港从70年代开始就有学生运动。那时候你既然是个学生运动，你会反抗就是殖民地的体制。那时候他们的认同就是一个大中国认同。所以说他们那时候学生其实抗议不是北京，是抗议的台企。因为那时候中医在谈判。那到底刚才前面讲过，就香港是3块地组成的嘛。那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香港岛。
北京条约割让了9龙，这个是永久割让，那到底有没有效？那新界那个是因为它是借99年，所以这个一直有一个法律的问题。那学生就采取一个爱国的立场，就是说，当然反对这殖民主义啊，我们是中国人要回。那甚至学生还写信给赵紫阳，那时候中国总理赵紫阳回信啊，说学生爱国民主治港是好的，然后甚至那个学生的领袖去接见那个那时候叫新华社的，后来中联办中联办也肯定学生很爱国所以其实让学生是帮助了北京。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觉得怎么会这么傻不过那时候你要可以理解，就是说那时候其实你在殖民地的基地里面，你会有反抗的想法的话，大概你会认同，你绝对不认同你是英国人，你是中国人。那这个学生的一个很素朴的爱国主义，就变成是一个中国政府可以统战利用的一个武器和资源。那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整个谈判过程里面，香港人所获得的就很少。对。那事实上谈完之后，当然香港有一些反弹包括1983年开始港元跟美金是采取联系汇率，因为为什么？因为一谈出来说13年要回归，大家会怕那所以说用这种方式来稳定然后当稳定那个货币，那当然也有一些移民潮但是那个时候当然会恐惧，但是事实上也有一些因素让大家其实没有那么恐惧。第一个是说，从邓小平上台之后，中国在改革开放。所以那时候不知道接下来路会往哪里走，所以那时候一个期待就是说，也许中国随着经济改革会出现政治改革，中国会越来越像香港，对，所以那时候还是有点期待的，就是早在天安门之前。那第二就是说我必须要谈的就是说新华社，就是后来中联办其实统战非常非常厉害，所以那时候开始接触学生团体甚至不止学生团体，那时候一些这些学生领袖，那些最有社会上有反抗意识的这一群知识精英，其实后来都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对，所以那时候的讲法就是一个主流的讲法，就叫民主回归，就香港要民主化，而且要回归中国，而且希望回归中国的时候，中国可以民主化。就是这个现在看起来当然是一个很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是2个愿望一次满足。就既有回归又民主，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回归之后没有民主，但是这是80年代那时候的讲法。那也必须要讲的就是说，共产党开始在80年代，因为确定就香港，就80年之后确定13年后香港会变成一个中国，那所以这时候中国开始做什么？那这个我觉得有一个人这个许家屯，他那时候当新华社的社长新华社其实就是中国在香港的最重要的联系单位那他因为是在8964之后，他就逃离香港，然后去美国，然后在美国之后，他就开始写了一部口述历史回忆录。这个回忆录非常非常，因为他的层级其实很高，所以很少有那么高层级的一个中共的官员，而且他是邓小平信任的人，所以才派去香港，就他把那么多事情给揭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说，在这80年代的时候，尤其许家屯在位的时候，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是蛮有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开始改革开放，他完全不了解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资产阶级。那香港变成是一个共产党可以学习去玩这套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场所。所以他的回忆录里面开始写着说，他开始去接触这些资产阶级，他发觉英国的，对不起，在那个香港的商人里面，有人是亲英，有人亲美，有人亲台。然后后来发觉说，为什么会亲台？这会有这种差异呢？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跟哪里做生意就是会亲哪里，跟台湾做生意就变亲台，跟美国做生意都亲美。那这时候他开始想资本主义既然是做生意，那共产党怎么样玩这套游戏规则？所以他开始讲很清楚，他说要用我们的资源，在港澳培养一批亲中的资本家而且你不要担心而且中国那时候在改革开放，所以内地有很多的投资机会。所以他自己讲我们不但直接帮助了一批人在不同程度发了财，也做了一些努力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就是利用这个市场的机会，开始去让香港的商人或者这些实际上那这些东西你可以把它讲，它叫经济统战。那当然，后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台湾，在2010年签订 ECFA 之后，或者在那个时候前后，你看到很多包括什么虱目鱼的养殖台湾的水果，基本上是同一套路数，就是他用经济的资源、经济的利益来绑住你。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知道，就是17年的主权移交嘛，
那其实，在大概5、6年时间，其实大家看起来原来的恐惧是没有，发现香港没有什么巨变，那共产党也信守承诺了哦。那大概有几年，大概看起来是所谓的井水不犯河水。井水不犯河水这个讲法是说，在8964的时候，那个北京天安门因为有学生运动，那时候其实呃最大的物资跟物资包括帐篷，包括以及资金的来源，其实是香港。那所以当六四被镇压的时候，当然那时候中国政府被国际孤立啊，那当然中国政府也担心香港继续成为一个持续资助这个中国民运的基地，所以那时候一个政府讲法就是说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所以那时候你可以想想，那时候中国政府是担心的他担心香港让内地变香港化，但是随着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呢，我觉得，然后呢，共产党的这些领事主导者越来越有自信，其实开始发生，就是说，香港人有预期的现象，就是说，也许中国内地有一天会慢慢变成香港，但是发现不是，就是主权移交之后，香港慢慢变成大陆化。那零三年当然是一个变局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武汉肺炎，那时候是 SARS，SARS 的时候，那时候香港死了快300人。那接下来就说那时候03年的时候，香港政府要推一件事那现在已经成了，就是那时候要透过香港的立法会去修订23条国安法，就是在基本法23条里面有规定，说香港内部要自己去设国安法，但那时候规定很空泛，包括你跟国外的媒体国外的机构联系都有国安问题，所以那时候就变成50万上街头，七一大游行，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就是说一个香港的民间社会，也包括政党的一个开始一个重新集结啦，那也开始提出来就说，当初基本法有规定说会有一天特首跟立法会会全面直选，那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所以这个民主化诉求就开始出现。那对香港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2010年2003年那时候因为抗议，所以那时候香港跟中国内地签了一个这个有点像台湾的 ECFA，所以说开始怎么样自由行，那也开始更进一步内地的整合，所以那这会带来一些冲击啊。我们一开始有看到就是说观光客增加，但是后来又看到就是说对香港居民的生活冲击。那也是从03年之后开始陆续一些争议啊，比如说一些香港独立的媒体，本来自己香港人经营的媒体，开始变成卖给，比如说，这个是中国商人，或者比如说南华早报，或者是卖给一个海外亲中的中国商人，比如说明报，然后很多封面就是说，比如说香港很多电台，很多电台里面批评政府的人，后来就不能讲话新闻人员来自我审查。你会看到，就是说从03年之后，你看到就是中国会觉得说，为什么会那么大抗议，就开始去控制。那时候中国政府也开始想，就说，主权是移交了，但是人心未回归，所以中国政府开始想一个问题，说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些思想文化上的改造，让香港人重新变中国人。所以就开始有一个认知，就是说，香港其实是人心未回归了。那又具体的做法就是说，中国政府开始去推这个德育国民教育课，后来就叫国教争议。这个在2012年的时候开始引发一波大的抗议。那当初就形塑了当初带头抗议的还是个中学生的黄之锋对，那时候他变成是个年轻人抗议的代表。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其实从03年之后有迅速的转变，就是说那个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就是说，香港其实是越来越大陆化，所以有很多的陆续的这个抗议事件出现。那我觉得这是中国想法也在改变了一开始他觉得说，如果你去在80年代初期中英谈判的时候，如果你看那个 GDP 那个整个香港差不多是中国大陆的1/4所以你可以想就是说我是北京，光香港那么小，就 GDP 就是我们1/4，所以他当然需要香港人，需要香港的钱，需要香港人的商业的实务、法治的经验，需要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对香港当然是我愿意宽容，我愿意吸收，所以50年不变
港人治港的承诺是在那个脉络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虽然有一度中国是被国际孤立、被国际打击，但是它后来的经济成长非常非常的快。那所以中国想法也慢慢改变了。那我觉得这个改变就是有一些在一些文献上或一些他们决策者的一些思路上，其实开始有一些改变了。那这个改变开始变，就是说，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有，开始中国越来越有自信。他其实后来开始觉得说，其实他没有那么需要香港，或者说香港所代表的英殖民留下来的法治、商业文明，其实我们其实不那么需要。那所以这个改变，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那所以后来有一个人有人说了，就中国态度越来越像那个天朝主义。中国自认为天朝，而且中国是什么事都例外，所以他可以做什么做什么。要天朝主义。那这个强势公是一个北京的法律学者，那他之前被指派到中联办去做法律研究。那他就在那段时间，他就开始了解香港，做一些香港历史的阅读啦，认识一些人。他后来写一本书这本书叫中国香港。那这本书真的是杀气腾腾的这个可以看看，就是说这本书某种程度反映了，就是说中国官员，他不是官员，他是官员背后的幕僚智囊，他们的想法改变了。那基本上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香港中国天朝主义的宣示。那基本上立场上来讲，他是毛泽东右派相信卡什米尔的国家至上论。如果大家知道卡什米尔是德国的法学家，他基本上法学理论铺陈了，后来又被人家引证去正当化纳粹的统治，就是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者那国家要做决断，统治者做决断统治者的言论跟行为，一切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所以统治者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统治者可以制定法律，法律不是用来约束统治者。这个国家至上的非常，至少在中国官员内部非常就是受欢迎。它也符合就是说中国开始怎么看待邓小平也死了，怎么看待说当初你给他承诺说香港50年不变，那真的是什么都不变吗？那所以这部中国香港里面这部书开始谈，就是说他开始讲就是说一国两制是什么？就是国土式安排，而且把香港比拟说，过去中国去同化，比如说云贵高原的那些少数民族啊，这些，那其实都有一段时间是尊重当地的习俗，但是久了之后开始要同化，开始改派中国官员去所以基本上他就开始宣示，就说他这个开始编造一套中国统治的政治艺术，说从清代到邓小平，其实有一套就是中国就是要不断的去同化这个边疆。那而且他说，他开始诊断的说，香港人自以为他们接受的是英国统治这套文明。那这个其实对中国统治来讲，这个长期来讲会有问题，所以中央政府要做的事情，就开始透过教育文化去同化香港人，让他成为一个爱国者。所以这个著作其实说实话是杀气腾腾的啦，那个香港人读起来都很不舒服啦，就感觉起来就是中国人觉得你不够中国嘛，你如果不要的话，那就留岛不留人。其实基本上意思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就开始不认为说香港的这个制度安排不是为了香港的人的福利，只是一个过渡的事情。那所以这种想法你在后来一些官员的宣誓，你慢慢看到。那我特别讲这个2014年有一个所谓白皮书，那个时候的争议，这个是2014年6月，那时候的争议就是说，关于接下来那时候这个是在雨伞运动之前几个月，也某种是因为这个白皮书的宣誓那让雨伞运动开始爆发出来。因为那时候雨伞运动的争议的焦点就是说，我们香港到底要怎么样选特首？那基本法里面有规定说，循序渐进，然后会终极达到全面直选。那时候中国政府的想法是，好，可以，我们2017年可以来选举，但是后来怎么选，规则一直没有讲清楚。那这个白皮书里面，它其实公布了，开始先讲一些原则了。
那里面讲一些原则，说有一些有一些香港人从来没有看到的字眼，没有听过字眼，开始出现，大家会觉得这个好像跟基本法或者更早之前中英联合声明讲的不一样。比如说有个字叫全面管制权，意思是说中国跟香港的关系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给你多少，地方才有多少，中央没有给你的地方政府就没有。哦，但是如果你回到基本法或者回到联合声明，那时候讲的是说，是个比较像一个分权观念，就是说，除了军事外交之外，那香港是高度支持。但是后来中国政府的新讲法是，那是我给你的，我没给你，你也不能要，也不算你的，那本来就是我的，所谓全面管制权这种。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有点霸道的讲法，那香港人看的说这个好像不是我们以前讲法，以前讲法就是好了我们就分一分嘛，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中国政府的想法也开始在改变，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讲理，甚至后来如果大家知道雨伞运动之后，其实中国外交部的讲法，大家开始去，因为越来越多质疑，就说，你当初跟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是不一致的，中国外交部的讲法说，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我可以不用遵守。这个跟西方人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民主国家说，你签的声明、签的协定或者商业上签的契约，它本来就是永久有效，不是说我现在我大了我可以不用服从，我就当做他这个就耍赖了耍赖。所以这个其实让很多西方国家开始觉得中国就是不讲信用。那其实对香港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中国天朝主义开始出现，开始对待过去签的这个协定其实你也看得出来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说，当然这是从03年之后开始有新一波的民主运动。那开始就是香港其实也是在大概在雨伞运动前6、7年开始出现那种越来越多反大陆化那这背后其实一直出现所谓中港融合矛盾。那比如说一开始爆发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讲还是不是很政治性，但它背后其实有一些很明显的是批评北京或批评中国的色彩，比如说所谓的保育运动。那香港保育运动通常讲的是古迹的或者是文化保存。那从一个立东街一个硬锡铁的老社区，到天星码头，到皇后码头，那个都是旧的码头。皇后码头更具有一个英殖民象征，是因为它是英国每一任总督到香港之后上岸的码头。那这些都因为要都市更新或者是要填海造陆理由被就是这样政府就把它给铲平了，然后但是对抗议者有些年轻人来讲，他们一开始讲的说这是我们香港人集体记忆要保存，但是集体记忆是什么？很显然就是英殖民时期的。那所以虽然一开始这个背后它没有那么强的反中，是，但是它背后其实讲的说香港人要有自己的记忆香港记忆就是跟中国人不一样，但是你一个透过现代化更新的名义，你把这些记忆都抹杀掉，那香港还是香港人嘛？所以会有这个问题会有这背后其实凸显这个问题，那时候一开始没有提得出来，但是大家都想到就是我们香港未来是什么？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说高铁。那中国高铁当然盖得很快，但是从深圳段到那个香港这一段，其实才20几公里，其实讨论了很久，拖了很久，后来花了800多亿港币去盖，那是等于是照 mileage 来算是世界上最贵的高铁。那它背后其实一直有个争议那后来包括是不是一地两检，那后来又爆发，那中间还涉及到好多的争议，比如说你总站要盖在哪里，以及这里面就是因为他为了要新建一个机场，那要把一个新界的村给拆掉，强制迁村。那时候其实引起很大的争议那个村叫菜园村，所以很多学生就跑去那个菜园村甚至后来挖土机要来盖的时候还去挡。那个背后中当然就是讲说我们要保存一个菜园村是新界在战后才开始新移民过来的。他说他不是原居民。那菜园村的历史，它发展其实就是香港战后的历史，因为很多人从大陆过来，然后慢慢养家糊口，那所以学生去保存它。那要保存这个村落，这个村落因为要中港融合被清除掉，所以背后都当然有很多的讨论包括
盖这个高铁值不值得啊，会不会太贵啊，是不是官商勾结啊，选址的问题啊。但是它这个菜园村的保存运动，其实它背后还是凸显，就是说我们要保存一个我们香港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接下来要被我们中港融合给消灭掉，所以它背后其实还是一个身份认同文化想象的问题啊，这个是比较温和的了。那接下来就是大概在2012年开始爆发，就是随着观光客越来越暴增，就03年开始，刚才讲过，因为 SARS，然后因为要推23条，结果引起50万人上街，所以那一年夏天，中国就立刻开放，就是那个观光客，尤其是那个个别的观光客可以去，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可以过来香港。那过来结果是怎么样？来香港就是买东西嘛，对，很多是这种所谓单程那个水货客，就是同样品牌的，比如奶粉，他中国人不相信在中国卖，他就一定要来香港买，买了之后然后就带回去，你过关之后就有人买，所以等于是做这种跑单帮，然后每天可以来回很多次。那这个结果就是怎么样？如果大家有去过香港，知道这个地方非常小就开始地铁拥挤，就是一堆那种，尤其往罗浮、往那个口岸的地方的那个方向的那个铁路啊，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就是拿大包小包啊，非常挤。那也很多商店开始是卖给这些大陆观光客，比如说卖奶粉啊，卖药，卖黄金珠宝。那原来的一些是服务社区的那种杂货店，那就消失了。奶粉买不到，到后来变成就是说到很晚，那个香港政府才下令，就是说你从香港进中国大陆的旅客，一人只能带1罐奶粉，限奶令。那开始有很多是，比如说新移民，新移民是这样，就是说从97年之后，就说你只要有跟香港有关系、有亲属关系的人你可以办这个所谓的疫情。那每天的限额是150人，所以一年就是大概乘以365嘛，快5万，就每年快5万人就是进来香港之后取得香港的身份，那这些叫新移民。那你想说5万，然后每年快5万，虽然每年没有用到完，但是主权移交20几年来，所以已经大概有100-200万的现在香港在整个740万里面的人口里面，很多其实是有新移民。那一进来之后开始就很多带小孩子进来，就开始比如说公立学校、幼稚园小孩子啊，跟小学排不到啊，那很多地方，那除了那种个别的旅客之外，还有那种购物团啊，那很多时候购物团就会，比如说就在什么地方出现，巴士一下来，然后就挤，那造成早上6点就开始起床啊，这各个地区里面都会发生这种大家生活品质变得很糟糕的情况，所以其实背后的大陆化的阴影其实蛮严重的。那所谓的反蝗虫本土派，就是说，这些人有些人会觉得说，香港就是一个即将被这些所谓蝗虫过境的大陆人所侵蚀的地方，所以他们发起那个反蝗虫的抗争，还在台湾登广告，所以它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关于保卫香港本土，不管是比较被人家归类是右派这些反蝗虫，因为他们其实是用很激进的方式，比如说他们就网络派，他们就去地铁站去骂那个水货货车，你们是蝗虫，或者去弄翻他们心里所以说实话是有点暴力。保育派这些就本土文化保存是比较温和，但是背后其实我觉得都是关于一个症结，就是香港认同在何去何从，香港人的身份未来还会持续吗？还是香港人身份以后不要，因为以后就变中国人？那在民意调查上，其实也反映了，就是说，这跟台湾一样，就是说台湾大概90年代开始，就最常会问人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是台湾人，你是中国人，还是两个都是？那香港大概也在97年前后开始问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情况大概是，快70%认为是台湾人，那不到50%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中间大概有30%人是认为两者都是，这是晚近的情况。那香港的其实如果你看台湾的认同，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个整整30年的变化，当然是越来越本土化。那我觉得香港也有类似的趋势，但是如果摆在台湾的
时间轴跟进程来看，但当然香港晚很多哦。那所以这个图有点复杂哦，跟大家说明一下，就那个菱形的话是香港人论坛。那个 square 就是正方形，是两者都是啊，三角形就是中国认同。大概几个转折点呢？大概97年过来，一直到2002年，这个转折就是香港认同跟中国认同开始出现一个交叉。对，所以早期当然大家认为自己还是香港比较多了就是那个菱形的部分。但02年就开始变，就是02年接下来一段时间开始，我们就不要管那个双重认同，双重认同一直是香港里面最多的了。但是比较特别是02年就开始中国认同，中国人认同开始超越香港人认同，而且越来越多。那这个08年遇到北京奥运，那时候开始包括当初圣火传递也经过香港，所以你看那时候开始，在08年的时候，开始怎么样？中国认同跟香港认同落差是最大，但是09年之后就开始变逆转。而且这样一个逆转之后，就开始不管你看从哪个观点来，你叫黄金交叉还是死亡交叉，anyway，就是开始香港认同高过于中国认同。那很多人发觉到这08到09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很多人讲法是第一个，奥运08年奥运完之后就爆发毒奶粉事件，而且大家还知道说，为了奥运，所以北京故意把这个消息压下来，所以香港人非常愤怒。第二件事情是说，在奥运之前发生了四川汶川地震，5月的时候，香港人捐了很多钱，但是后来发现那些钱都被污掉了，或者说刚开始去中国汶川地震，开始很多中国的行动者去追溯说，那个地震是发生在白天，但是很多学校倒，民宅没有倒，所以死很多学生，小学生、中学生。那大家问为什么？而且那都是一台化的那个时代嘛，所以死了就死了。那但是为什么民宅没有倒啊？当然就是因为学校工程豆腐渣嘛，所以开始去追究这个豆腐渣的时候，开始这些人被打压。那所以香港人开始对整个中国统治的方式开始产生巨大的反感，所以08到09这是巨大的转变。那后来你会看到就是一波一波，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先保育运动、反蝗虫运动，后来反国教，到14年的雨伞运动。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整个香港认同在过程里面，是也被它跟运动的关系、跟抗争关系是相互的因为有认同才有抗争，也因为抗争参与就强化本土的认同。而这过程除了香港发生议题，也发生香港人在看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那基本上是情况是这样啊，我讲我前半段我先把这一章讲完对，就说一直到我们19年之前，我们知道反送中之前，大家看到就说，香港看起来民主化就停滞不前对，是中英谈判就开始有选举，那80年代开始有政党，但是我们看起来就说，但是这过程里面，尤其到2000年之后，最大党变成是民建联，本来是民主党，就应该是民主党，后来变就北京支持的民建联那当然，香港民主化比较晚就中英谈判之后开始有逐步的选举。那立法局后来就是立法会啦，第一次有直选是到91年，所以之前都是什么委任席次或间接选举真的是比台湾晚很多。你看，如果你要比台湾历程，就是说大概在60年代末期、69年就开始有所谓增额，就中央层级的选举开始增额立法委员或立法国民代表选举但是绝大多数是不改选的。那台湾一直到1992年才国会全面改选。那其实那个增额跟那个不改选的那个比例的问题，其实到现在香港还是一样，就是说只有一部分是选的啦，所以它进程就比较晚。那刚才提到说1990年的基本法其实有承诺说会循序渐进，所以什么叫循序渐进？这个就变成留给北京有很多很多权势的空间了。反正50年嘛，我让你50年之后再到，还是怎么样那承诺2点，第一个特首就直选第二个是立法会要全面直选就当初香港人都觉得说没关系，好，我们就慢慢等一步一步开放开放比较多，其实是在英殖民就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那时候推很快，那时候北京一直在反对到了主权移交之后开始发现说，这个进步很慢，甚至完全没有进步所以香港人开始觉得说，为什么变这样甚至在一些
有开放能够选的部分里面，民主党派或者民主党为主的这些香港的泛民哦，其实选不过，越来越竞争的也选不过北京支持的哦，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香港的民主化就停滞不前了哦，但是跟台湾完全不一样。那我想我下一章是会讲说差异在哪里，不过我想我先停到这边为止哦。Paul 是不是我先这样子好，先休息一下，然后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来讨论。那我先退出好了。关系，那个我们如果谢谢何教授他精彩的presentation，那我们现在是 Q&A 的时间。那首先呢，我们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请按这个旁边的这个键哈，然后举手。那我现在看到John Wu 啊，吴先生啊，请提出您的意见，谢谢。非常不敢当了，是吧？我只是说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何教授。那个80年代，然后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啊，我觉得教授的那个介绍啊，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完整。但是呢，我的看法呢是有一点并不一样，就是过程是这样子。但是我的看法是认为 CCP 呢是整个背后的策划，它这个就是跟演戏一样，这是 drama， 所以这个 drama 呢，这要怎么演，就事先是策划好了。各位要记得，这个 CCP 的制度是党领导一切，先有党，再有国家，再有其他的一切。你看现在这个外交部部长，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并不是真正掌管外交部，是党的中央对外办事处。习近平对外谈判的时候，旁边坐的人不是外交部长，而是党中央办事处对外主任。OK， 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呢，80年代的一切呢是 CCP 呢在背后策划的，怎么演戏。好，那这个教授讲说，大陆完全不了解资本主义，你说在那段期间，这个其实呢，我认为呢，有一点，想的有一点，我认为是有点天真啦。为什么？我亲身经历的，1990年，福特基金会跟大陆邓小平派了一批人，然后就号称就是在97年交接的时候，有一批学者从北京的。有一部分人呢，到了纽约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那跟我有接触，因为1989年我曾经到大陆去访问，这是我到大陆去访问的开始。那这一切的一切呢，我今天回想起来，这个大陆完全不了解资本主义这种讲法，在80年代末期，这个是我并不认为。然后关于这个法治的经验。这个教授也有讲说，要学习法治的经验。我认为应该是要学习怎么样达到他的目的。OK， 手段可以变，目的不能变。Alright， 然后呢，后来就讲说中国态度的改变。那中国态度的改变，它是一个 planning， 它本来就是这样 plan 的，不是它的改变，而是到什么时候 what kind of role。你要 play， 所以呢，还有后来，教授举出了这本书，这本书我看过，就是他这个张世公写的，张世公写的这个中国香港，那各位，这个由这个逻辑的看法，我们的教授讲说，他提出了这个，所以才有这个，就是先有 A 才有这个真有张世公的东西的讲法，才会有影响到后面 CCP 的做法，这是错的，这我个人认为是错的，是因为 CCP 已经决定要这样，已经这个 policy 的这个 proceeding， 他要先 set up 有一种说法出来，这个是 CCP 一向的一个技巧，先 set up 一个 theory， 然后再倒过来。有这个说这方面的要求，所以我们就这样去做。
这个是倒过来走的。那以现在这个所有的态度上来讲，关于这个现在 CCP 的很多的 policy， 你如果从香港的演变到今天的演变，我可以看得出来 ，CCP 对台湾的统战，它一直跟着这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在改变，所以没有那么，他有一批智库的人。有一批智库的人提出这个建议，那如果说何教授有这个兴趣的话，我可以把这些因为他这些是很 confidential 的哈，那我到底怎么得到我也不能讲。那这个东西呢，它甚至有研究，现在甚至有深入的研究什么叫 deep state。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在美国一直就有这个 deep state 嘛。所以呢，我认为呢，以教授的这个在我们台湾政府的一个高等的地位，我希望呢，就是说我这个讲法能够影响到教授替台湾做一种角度，另外一种角度的分析。如果说因果关系是这样走的话，我认为台湾不会赢。台湾会赢，就要知道党领导一切。其实以共产党本身的利益 ，CCP 的利益为主，出来的东西都是 drama， 就是演戏嘛。因为我本身是念 drama 的嘛，这是 drama。那这个 drama 怎么演怎么弄，这个是要做 adjustment， 随着情势来做 adjustment。所以说我个人的看法，这个关于后面的是2003年的转变啦，社会的这个分析啦，还有关于说这个威安全主义啦，这个民主化啦，90代就1991年的这个民主化了，我认为这些都是 drama。对他来讲这是不重要的，但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演给人家看。OK， 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过程呢，这个90年代、91年代，然后慢慢演变到最后，这个雨伞运动到最后，这个整个镇压这种东西，就是说，当你有这个，我就出这一招，当你打我的头，那我就是挡头，然后再打你的下部，这一样道理。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整个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呢，完全是 CCP 的 drama， that you cannot trust， that's the end of it。OK， 谢谢。好，谢谢巫先生的问题。那不知道观众、听众朋友还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举手的功能让我们知道？好，如果说现在目前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请何教授针对巫先生问题，还有刚才他问的问题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可以跟我们？没问题，好，谢谢哈，谢谢那个江巫先生哈，那个很多看法我是跟你同样的啦，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跟所有共产党一样一党领政，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事情，他们也从来没有掩饰这个事情嘛。这个我觉得是有高度的共识的哈。不过就几点来讲，我可能还是简单说明一下哈。就说中英谈判82年到84年这个阶段，那中国要的是什么？英国要的是什么？以及香港要的是什么？当然那时候中国还没那么强，但是中国要到他们要到的东西，就是香港的地全部要回来。但是还做一些承诺，就说好了，那就50年不变港人治港OK，那为什么会做这个承诺？当初中国不够强，当然是演的。但是我刚才所讲的东西，我是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在中英谈判的过程里面，香港人是没有办法派代表。其实我觉得那过程很像，就战后台湾归谁？这个台湾人意见都没问过，香港人意见没人问他们。所以那时候学生做一个社会的知识领袖，所以他们那时候去抗议，他们做的行动是有意义的。那我特别要讲的是说，那时候学生开始他们去抗议柴契尔夫人，然后说要求说要民主回归，那个其实对香港的舆论是有个很巨大的冲击。虽然大部分民意是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是维持英国统治。
那当然事后来看的话，当然觉得所谓的民主回归是很蠢，中共产党的圈套。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我关心的问题是说啊，那些学生为什么会这样想呢？而他们要求的是民主，像民主也是中国政府跟你虚与委蛇嘛，你说是演的，我同意啊。但是为什么香港学生会这样想？那尤其当初倡议的那些学生，其实后来很多是现在反对派领袖。那我就举一个好了，以前在香港中大教书的陈建明老师，现在流亡在台湾，他因为雨伞运动被判了16个月，他被关过了。那他那时候在中大的学生会里面就提议，就说他在讲说，香港的前途还是要我们就在香港学生会里面，香港中大学生会就说，香港前途还是我们要自己来讨论啦，就说我们要回归也是要经过我们一个民主的程序啦。所以他有强调这个东西，当然他也是赞成回归。那时候中大的学生，他是评议会的会长哦，那香港中大学生会长叫罗永生，罗永生后来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站在反对派这边的学者，所以你不能讲说这些人就是中国派的特务啊，中国收买。那我只是问说他们为什么会配合演出呢？哦，所以我想要讲的是，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有他们自己的动机，其实这个动机其实被中国的包括赵紫阳的回信，包括中国的统战部也去处理他们，就说他们是被拉拢的对象，但是你不能否认说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哦，香港那些学生 ，OK，他们不是配合中国的演出，就是我要讲。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说，我刚才讲的是许家屯在1982年的时候被派到香港去。你说中国不懂香港的资本主义，在82年的时候是不懂。所以许家屯他自己在回忆录里面讲过，他开始怎么样去摸香港人的人脉，开始了解整个香港的金钱跟政治是如何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那影响其实蛮大的。如果说你有机会去看一下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连房地，比如我们现在买房子贷款mortgage 是很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次付清。那整个中国的他们现在讲房贷讲法叫接案，接案其实就是完全从香港过去，所以整个制度是移植到香港。所以其实在香港那边，其实你可以看到说，香港整个它对于整个中国包括契约合同、房地产买卖那个现代化是影响蛮巨大的，因为它是就最近可以学到的一个例子。第三个要讲说强势攻那个讲法，它当然代表是一种，我要讲的是说，他那个中国香港的讲法是代表一种心态的转变，因为过去的中国的官员跟他们自顾的讲法不是那样子。那从那本书在08年出来的时候，大家开始知道哦，事情已经改变了，因为说辞改变了。那至少之前没有中国政府没有公开讲过我要去改造、同化，去重新制造一个新香港。过去的讲法就那50年不变嘛，高度支持。那你开始变成一个很 aggressive 的态度的宣示的出现，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啦。哦，所以简单说明就是这样子啊，谢谢。谢谢何教授。不知道听众、观众朋友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何教授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何教授再继续进行第2阶段的那个 presentation？ 对不起，何教授，您可能要mute 您自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那我就把接下来事情的后半段跟大家分享哦。OK， 那请稍待一下，我再把档案找出来。好，大家有看到吗？我想我要把它给现在还没有，有吗？请问现在有了吗？还没有。那不好意思，现在有了，现在有了，谢谢。有哈。那我把它放大荧幕，这样子有吗？对不起，现在有吗？现在好，现在可以，谢谢。OK， 好，不好意思，刚才停到这一页哈，那我接下来就来做一些台湾跟香港的比较啦。我是觉得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台湾那时候还在戒严时期嘛，国会也没全面改选，然后也开始在86年开始有民进党出现。香港其实也很巧，在86年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一个政治团体的集结，开始争取直选。所以如果我们回到80年代中期，我觉得台港其实的方向，反对运动的集结其实出现，看起来方向是很类似的。但是它是背后有巨大的差异的。那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观察，第一个就是说，台湾的反对运动其实是先追求自觉。台湾反对很早就提出自觉了。如果实际上，当然70年代的时候，长老教会就有提出来那个台湾前途有1800万人共同决定。后来那这个东西被真正提出来是在1983年的选举，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党外的联合政纲，就是台湾前途是台湾人共同决定。当然那时候党外或反对党很担心，就是国共谈判就把香港就把台湾人给出卖掉了哦。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在香港一直是没有的哦，一直没有。那这背后反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化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台湾认同驱动的。那香港民主运动其实都是大中华认同。我在讲，就是说你在英殖民的脉络之下，你会想要改变现状，你不太可能是认同自己是英国人嘛？那你接下来一个国家认同，你找到就是中国认同。那在台湾历史上也是，就是说台湾在228之后就有在海外就有独立运动。1948年的台湾再解放联盟，廖文毅所主导，那是1948年在香港成立，然后后来当然各式各样的海外的独立运动团体。其实台湾是先有独立运动，才有民主运动。那香港其实是没有，香港开始有独立的呼声、独立的想法，它甚至变成口号。那个是在14年雨伞运动被认为失败之后。那所以那个他就说，比如说，对不起，这个中英谈判这边写82到84啊，不是64哦。那个民主回归论的出现，也包括那一代的人，通常是被认为就是第二代香港人，就是他们是在香港长大的年轻人，到20到40岁的意见领袖。那甚至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中国那时候在改革开放嘛，所谓改革开放，所以他们甚至觉得说，他们这一代的人跟同样中国那一代人比，就说，因为中国才刚结束文革呢，说这些文革时期这些人都没有受过教育，所以这些人香港有点像是幸存者的罪恶感吧。就你看他们受到90年代的论述里面，一直讲说我们香港，我们好不容易我们在英国统治下，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获得好的教育，有专业的能力，所以他们有义务要去帮助中国的现代化跟民主化。所以你看到这种义务说，其实是蛮强大的啦。就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差异是蛮大的。就是说台湾的民主化，台湾的反对运动，它推动背后是一个台湾认同很强的台湾认同。那还有一些差异啦，就是香港的反对运动本来就比较温和，比较那有一个很重要，我刚才讲过的最后一任港总督，就是说彭定刚，他是保守党里面前党魁，但是他在选举他选出，他没当国会议员，他被指派来当最后一任总督。那他的改革在95年那次选举，他其实用很大力去把它推，那推的结果其实后来中英在为了香港的政治体制，在97年之前闹非常僵，其实是这样。那台湾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从上而下推动力量。那而且香港的不像台湾，我们台湾不知道在解严前后就很多街头运动，香港在97年之前一直没有一个就是我们上街头是为了民主，没有上街头是为了纪念或者声援6·4天安门啊，声援89年的时候是声援啊，到89年之后就变悼念。但是为了香港的本土内部这个城市里面的民主化，是从来没有街头运动，这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台湾是某种程度从街头到国会，街头到选举。那甚至比如说民主党，这个是香港的，在早期在反对运动里面中龙头老大，这个李柱铭啊，他们甚至在97年之前，他们的主张是他们不主张立法局或立法会，以前叫立法局或叫立法会，不全面直选。那你可以想法因为就觉得说大家还是对民主有疑虑啊，那就选民层次素养可能不够啊，全部让他选可能会。就是这种比较精英主义的质疑，其实在民主党里面内部都会有这样想，所以他们都没有主张做全面直选，只是说直选的比例要扩大。所以你可以想说他们就是比较温和嘛。那还有几个因素啦，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其次就是说，香港的商人是反对民主化，这个在台湾其实没经历过，就是说那时候90年代一个争议就是说，如果说你让香港的这个民众选择的权利越来越多，那民众会不会期待政府要增加社会福利预算？那一旦增加社会福利预算的时候，那香港过去以来非常自以为傲的低税，
这种非常对商业友善的环境是会改变，所以商人也会反对。你要在台湾的脉络里面，你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另外就是说，香港战后的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尤其是逃避中国内战这些人聚集到香港的地方那所以本身就移民。那一开始香港人没有认同，那么这个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所以大家都从别的地方来，广东、上海所以在84年中英谈判谈出来，或者89年天安门事件被镇压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大规模的移民，所以一直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那时候香港才500-600万人，其实有80万人已经移民到海外，加拿大、澳洲、英国、美国。那当然，这些人后来看到，97年之后，香港那种大变了，所以他们在海外取得了 PR 或者公民之后，他们要回去工作，或者 return migration 很多，因为在香港工作比较薪水比较好。但是有这个移民的选项，基本上就是他不太会鼓励你，就我要留下来跟这个土地打拼。所以你可以讲说，移民其实基本上，那我去个比较好的国家就好，我干嘛留在我自己的故乡打拼？所以移民其实会冲淡这个我对于本土的政治议题的参与。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台湾跟香港比的话，我觉得台湾也是一个我们从解严87年解严到96年第一次总统选举到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说实话，我们台湾不用考虑中国太多因素，我们高兴做什么做什么，因为中国还没有崛起虽然我们在第一次选举的时候，中国有试射飞弹，还试着在威吓，但是那个效果是几乎没什么效果嘛，李登辉还是过半当选，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说。我们因为走比较早，中国的手比较难伸进来，但是香港一开始就走比较晚，而且香港又是中国的一部分，共产党在香港那个新华社是从2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就之前就开始有了，所以他后来就直接变成中联办。那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它有它的学校，左派学校，有它的媒体，左派媒体有它的工会，有它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基本上都是可以让他去整个从97年之前到97年之后，都一直去阻挡这个民主化的浪潮，所以香港是当然走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不像台湾。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心态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我这边引一个2008年一本书这本书也是3个我还蛮尊重的香港的社会学、人类学家讲的。他自己讲的说，这个跟台湾的想法不一样。70年代之前，香港就是一种refugee mentality， 大家都是跑来这边求个生存嘛接下来后来香港经济发展就变成一个 market mentality， 就说一切的价值就是在你赚多少钱。所以你看他这个，我这边引这个 No one, not even the most fervent advocate of Hong Kong, has seriously suggested that any time in the past 40 years that Hong Kong people should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ir life for Hong Kong。就是说，尽管再怎么，他这个是08年出版的，他说，尽管40年来再怎么样爱香港人，从来没有人觉得说要为香港牺牲。但是我们知道，在19年那时候反送中那个运动的氛围里面，真的很多人是为香港牺牲。所以当然你可以看会改变的会改变的。所以这群人看到说，香港其实就是一个无根的地方。我们至少08年的时候，觉得香港不太会有一个很强大，就是说香港认同出现，没有人要跟香港共存亡。这个想法我觉得跟台湾人的想法，一直不一样。就是台湾过去以来那个历史背景，这个过去在党外运动里面讲过，那后来李登辉也讲过台湾人背景。那一个讲法就是说，这个就是说400年来，这400年是从荷兰开始统治台湾，台湾第一个有政权以来，就从来没有当家过主。那我觉得那种愤慨，其实是在那个1989年那一部《悲情城市》那一部电影，那个丛永他讲的这句话用台语讲比较顺。他说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一下中国人，这种人听，这种人夹，这种人听，没人听就是那种，就是台湾的历史想象是那种。根植于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当家做主，所以这背后当然就是第一个出来就是独立运动，我们当家做主。但是在国民党长期统治，在慢慢发现，体制内改革是有可能说它会变一个民主的转向。那我觉得这个想法跟香港是不同，而且实际上是反过来的。那接下来就要讲，就是说，其实台湾跟香港虽然在8年来同步民主，那一个走比较前面，一个走很成功，另外一个走停滞不前，但是这两者的
的联系，就是在反对运动，在民主化运动这边，其实联系是非常非常弱的。然后我举个例子说，2000年是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那在任何的民主转型里面，你开始反对者透过一个公平正当的选举取得政权，一个和平的政权转移，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成就。结果香港立法会在做什么？他们提议反对台独，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是泛民啊，民主党里面只有一票弃权的，没有人反对哦，只有一票弃权加中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台湾跟香港一个很不同的，就是说，香港人持续在今年60一直到2020年，那年是国安法，所以之后去年就没有哦，今年还没出现，但今年可能也不会有。香港是唯一一个30几年来去纪念6·4的一个城市哦。但是台湾，如果你去看台湾的反应也是一样，蛮有趣。89年那时候有很大，因为从镇压之前就开始，国民党来动员，镇压之后当然也有。那最后1、2年，接下来就一个大型户外的纪念活动就不见了。那等到2011年重新出现的时候，都完全变一个色彩哦。之前还血脉相连啊，声援大陆民运。接下来后来2011年就变成是一个独派场子了，就看到就台独啊、藏独啊什么这些五独联盟就开始抗议中国威权，大概是这样的。就台湾的历史6·4的记忆其实中间中断，啊，6·4对台湾完全不重要，对台湾国内的民主化或政治的进程来讲是完全不重要。所以其实台湾跟香港其实长期以来这个反对运动或公民社会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这关系其实是在08、06年时候开始出现一个微妙的转变。我刚刚讲过，就香港06年之后开始有些年轻人的保育运动。那台湾是在08年的时候野草莓学生运动出现，那都是抗议陈云林。那中间有一段时间，如果你要往回溯，都是学生介入一个大规模的介入一个政治事件，那就是1990年的野百合运动，那是在天安门后1年。那这中间有18年时间，就台湾还是有学生去参与政治、参与抗议，但是大规模的介入政治其实就没有。那当然我们知道，从08的野草莓到后来14年的太阳花，这基本上同一群人。那第二个是说，两边都开始感觉到，中国因素就那个不管它以陆客的方式呈现，它不管是经济统战的方式呈现，不管它是用来介入这个去喧哗、来洗脑的方式出现就开始发觉，其实台湾跟香港这群新一代的反对者，其实面临是同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1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12年之后，香港是反国民教育，就是刚才提到黄之锋他变成一个领袖。那是9月的时候，他们包围立法会。那在台湾9月1号，刚刚所谓记者节，我们发起那个也是学生发起那个反媒体垄断运动。那时候就是抗议那个旺中时集团要去诟病那个宽频的电视有线电视媒体，所以反媒体垄断。那也是9月，所以那个两边都开始讲，奇怪，我问过的结果是两边都开始注意到说，都是学生发起。但是好像彼此没有联系。在他们12年那个运动结束之后，两边就开始有联系，所以开始慢慢出现这种跨境的公民社会的交流、学生团体的交流，而且慢慢发现他彼此处理问题非常非常像。那我觉得那个结果就是台湾14年太阳花运动。那我们大家知道，就占领立法院24天啊，因为反服贸协定啊。后来当然从马英九政府那时候要推的就是。ECFA 之后就服贸、货贸还有投资保障协定3个嘛，服贸就美国，货贸没谈成，那投资保障协定就没有，所以某种程度它其实阻挠了这个马英九在两岸政策的进程，那也在政治上来讲对国民党这个巨大的打击啊，所以14年地方选举大败，16年国民党就选输了国会跟立法总统，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整个国民党冲击是非常大。当然那时候反映的是台湾民众就是很担心，就是说会被统一那这是对台湾的，但是对香港来讲，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从13年开始就有2个学者，一个牧师发起的所谓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所以讲了1年多。那当然这个运动就要争取就他们讲法符合国际标准的特首选举，因为目标就是17年。这时候要执行，但是要怎么选，要怎么提名，那时候是个争议。那对香港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就是说，香港的这些民主派的领袖，
他们讲就说要占领运动讲了1年多，但是到1年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中国政府也不理你哦，那民众也不关心，虽然他们做了很多，比如说审议的活动啊、倡议啊，哦，还有训练大家找大家来训练什么和平非暴力的抗争，但是他们对台湾对他们同学说，怎么学生冲进去就占领了，就一占领24天啊，所以那时候很多香港人来台湾看，就开始来，包括学生来台湾看，就说你到底在搞什么？那我们知道，就6个月之后，香港就爆发了雨伞运动。那当然，台湾事件是对香港学生特别，就是冲击最大，学生越来越激进了，哦，越来越激进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就越来做很多事。那当然，香港运动的雨伞运动是因为一系列偶然事件，哦，爆发的。那后来就形成了，就是79天那个占领的时间比台湾更久了，而且跟台湾不太一样，他们是在实体的3个街道上，那个都是闹区，就是金钟、铜锣湾跟九龙的旺角，所以他们其实阻挠交通，妨碍生意，让居民造成很大不便。当然，这变成是运动很难持续的一部分原因了。那台湾是相反，台湾是占领的立法院而已。那当然两边的那2条街，就是济南路跟青岛东路吧，青岛东路也有被影响。但是如果大家知道那个台湾立法院附近，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的机构，所以其实那个 social disruption 是被减缓到最低啊。香港不是啊，所以这让他们运动非常难持续。那当然，这运动就是要求真正的普选，不是因为这个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啊，就宣布那个接下来怎么选，就所谓的831框架，这8月31要公布。那当然一系列才会导致928有这个占领运动。根据那个831框架是说，一定要有爱国爱港的人来当特首，那最多就是2到3名候选者，而且候选人要经过提名委员会过半的同意。那提名委员过半的话，以这个高门槛那时候1200人，那个香港的反对派绝对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人选。那在之前呢，在就是几次选举里面，香港反对派有派人，因为门槛很低，1%哦，所以对香港反对者来讲说，你就给我们一个假选举，就叫 election without choice， 就是你可能出现2个人、3个，都是共产党 A、共产党 B、共产党 C， 然后叫大家投票投，就是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假选举嘛，所以那时候香港民意反弹会那么大，就是这样，因为你用提名的程序根本就高门的提名的取得候选人资格那个高门槛的设定，基本上都排斥很多人。那当然，运动一开始人气很旺，后来就拖久了，让大家就觉得很疲倦。那后来就被警方一一的驱赶。那当然之后有秋后算账，又被参与者被判刑、入狱等等。那最后一个法律案件，其实是这等于是反送中运动已经那个争议的那个条文已经出现在19年4月，就是所谓占中9子案，其中4个被判刑了。对，我刚刚讲过那个陈建明老师，他就那时候被判16个月，所以他其实一直清算到快5年之后，所以包括黄之锋为这个雨伞运动，他被关过2次，都比较短的刑期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一定是秋后算账的，但是程度没有像我们19年之后，我等一下会提到那么严重。那当然，雨伞运动被大家认为是失败的结果。就是后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港独诉求，所以台湾跟香港也很有趣啊。我觉得台湾跟香港也是回归祖国之后才开始有独立运动就大规模的或者是真正有人讲出来的独立性。在过去殖民之前，殖民时期没有意义的独立运动，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那我接下来就讲说19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想就是大家比较清楚，就是因为一个逃犯有一个很长这个又瘦又长的名字，这个叫什么法律那当初香港政府他所强调就是说，在这前1年在台湾发生一件杀人事件，男人把女人杀了，男人就逃回去香港。台湾跟香港没有引渡协定，但是虽然没有引渡协定，没有这种司法互助的协定，但是我们有个案的引渡，这个有。那香港政府就一直在讲一件事，因为我们跟台湾没有签，所以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修法。那就修这个法令出来之后，那就出现一个问题，香港人觉得说，你为了处理这个杀人犯的事情，那你修一个法，这个法是让
香港跟中国大陆的本来因为一国两制下有司法防火墙，两边的法律是不同的，然后像中国政府不能随便的要求，中国法庭啊不能随便要求香港政府去帮我抓一个人，帮我引渡回去，哦，那你既然为了台湾的你竟然为了港台的引渡司法互助，你竟然开启了港中这个引渡的这个规定哦，那当然就是香港民意就哗然，就觉得说这当然大家最怕香港人很多在中国做生意，知道那个中国的法律就是那样子嘛就是他随便可以找个理由然后要修理你，那这个连商人都不能接受对，那更何况说这个草案还规范的范围不只是香港人，还包括外国人在香港做生意的，所以只要中国法庭有要求，你就香港政府可以帮你做司法引渡，也包括在香港国际机场转机的旅客，所以那个株连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外交驻香港的领事馆其实也提出抗议，对，那当然就这个争议了。然后我们知道后来就是这个条例被叫做送中所以就反送中运动。那我们大概在整个19年，大家看到就是一开始和平的请愿嘛从6月的时候100万人、200万人，所以一个740万人只是有200万人走上街头，这是已经很难想象到后来整个夏天就开始越来越暴力勇武一开始反引渡嘛，接下来后来看到很多警察暴力。后来变成所谓的五大诉求，那五大诉求就基本上就是提到要双普选了所以基本上它变成一个民主运动，而且它把过去雨伞运动所未完成的东西都纳进来，所以它变成一个很大的民主运动。那我们知道这个从19年爆发以来，那运动高潮大概是到19年的年底吧，之后就因为2020年就1月就因为肺炎。那大家不敢上街头，那也因为越来越多人被抓，所以到目前我看到的数字说有11000人被捕，有1800已经被起诉，然后有超过100人被判刑那当然这过程里面有很多死亡，这死亡包括有些是自杀抗议，就大楼掉下来那上面他可能在墙上写了什么那种也有可能是他在社交媒体留言还是自杀。那也有一些是莫名其妙死亡的案例，这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高度怀疑是因为警方怎么样，所以大概10起。那有至少1000人是流亡，不管是在国外，在美国、德国、英国取得政治庇护，或者在台湾有100多个就是陆委会列管的所谓专案那还有更多也许没列进去，但是他已经到国外去了。那我们知道，就是因为 COVID-19 这个运动其实被压下去了。那国安法在2000年6月出现，那基本上，刚才提到03年的时候，本来是要香港立法会要立法，但是这个国安法在2000年、2020年基本上都是把大陆的国安法直接抄这个9000多字它的立法方式是中国人大直接通过，写在基本法附件里面，所以它是绕过了 bypass 那整个香港的立法会的程序。所以就等于是那个北京直接立法，那中国的法律就是立法机构是橡皮图章嘛等于是中国的行政机构直接改变了游戏规则。那当然这说法变成讲说我是为了完善化一国两制，但是我觉得国际社会都很清楚，就是说这不叫完善化一国两制，叫一国两制的中间直接控制的开始。所以香港现在有国安处了这个是完全过去没办法想象当然就是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去制裁这个几位香港的主事者，然后也包括放宽了对那个香港有些香港移民的规定。那香港人大概有300万人是持有所谓的 BNO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这个护照，这个制度只有香港人有了，很特别，就是说那英国其实放宽说最多可以停留到5年，而且还提供一些资金来协助他们安置。那香港政府就回应就说，那以后香港的民众要拿 BNO 护照出去，我就不担保是有效的护照那个 travel document。那这个其实是就放宽到这个，因为 BNO holder 大概有300万人，这对英国来讲是个很大的改变。但是我获得的资讯是，其实英国没有很大的反弹。
但是你要再想一件事，就是英国16年才因为移民的问题公投退出了欧盟，但是在2020年那这个巨大的移民的放宽，竟然在英国国内没引起很大的反弹，这是个很特别的现象。就你要知道，英国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反移民的国家，至少在16年的那个脱欧公投上。但是后来为了这个 BNO 等放宽香港人在英国居留等等权利，竟然没有引起很大反弹，这也是蛮特别的哈。那当然知道我们现在国安法下面的香港就是说，立法会已经没有零席反对派了，对，那越来越像中国人大了哈。没有媒体没有反对派那个《苹果日报》已经没了李志英被抓了。那公民社会不管是工会、倡议团体、学生会、政党，都基本上连根拔起，都被迫解散，或者是就是活不下去了那现在政治领袖不是在狱中，就是在流亡。那当然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一个历史的一个吊诡历史的反讽。就过去在英国统治之下，香港过去是迎接流亡者跟难民的地方。那但是他现在成为制造难民跟流亡者的源头。那有哪些革命领袖在香港待过？孙中山嘛，孙文他在香港念医嘛，胡志明越南的国父也在香港待过，也被香港被捕过。那你说刚才提到廖文一，1948年的台湾再解放人就在香港成立，所以香港以前就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来管制的，现在变成就是说它变成是一个呃一个越来越已经变成这个集权统治的地方，所以右边那个就给大家看，那个是国安法通过之后，就有一个摩托车骑的人，他只做这件事情骑摩托车，然后背后插一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这个人被判了9年，他只做这件事情而已。就9年，那你可以想想这个罪是多重，那个已经变成就是说完全没有道理，而他已经认罪了，因为这种上诉没有意义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现在香港等于是一个迅速的集权化，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任何反对声音都会被泯灭掉，都被消除掉。OK， 那我接下来最后部分要谈就是说跟台湾的关系啦就跟台湾在反中共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就当然台湾很重要，很近嘛，所以这 SARS 那个肺炎之前那时候，感觉说台湾跟香港跟桃园这个国际航班这个2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是全世界前10大密集的航班，因为真的需求太多。那所以说很多香港那时候手足他们要逃，很多都是比如说保释出来，连家都没有回，就直接去机场买机票来台湾了。有这种例子我听了很多对，那也有很多在台湾居住的香港人，所以在19年的时候，不管学生或定居的渔民，我知道很多还有周末回去抗议，然后礼拜天再回来那所以有很多物资的运送是从台湾，比如19年的时候要买要安全帽要面具要防毒面具等等都在台湾所以台北很多那种卖防毒面具的被扫货被扫光那很多逃难手足第一站然后台湾人跟香港人前去抗争，也有台湾人跑去然后在脸书上或者在媒体上分享那19年11月的时候区议会那时候鼓励大家回去投票。那后来等到香港局势越来越恶化之后，很多关于反送中的书籍或者资料其实被搬到台湾书籍在台湾出版，这也很密集了所以那在香港跟中国都有政府官员讲的说，我们台湾是境外势力幕后黑手。董建华第一任香港的特首就讲过国台办也讲过，但到底有没有参与呢？我个人觉得参与很多，但是主要是来自于民间因为国台办跟董建华讲话都讲政府了，我是觉得政府是没有做太多事情，至少台面上了OK， 台面下也没太多了，这我可以就我的了解了那当然一个最重要就是逃犯条例，因为它名义上是为了解决一个在台湾还没有解决的杀人犯，到底台湾我们要不要引渡陈同佳来台湾受审陈同佳回香港就被抓起来，用另外一个名义把他关了2年多了，快2年了那当然那像我觉得蔡政府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就表明说，
在6月9号就香港第一次游行的时候就发声明，然后接下来甚至总统府也接见香港人代表，然后立法院也通过一个朝野共同声明，要求香港政府尊重民意。那更重要的是说，我觉得我们政府也有讲，就是说我们不会根据这个你要制定的逃犯条例来引渡陈东家，因为这逃犯条例里面就把台湾当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部分。那我们政府不会这个叫自贬国歌，然后就跟你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香港政府一直就在讲说你台湾你看你是放纵杀人犯，是不是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嘛？但是对台湾讲那个你把台湾矮化，当然不可能照这个程序。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香港的政府的处理是非常高度政治化。这个案子明明是可以个案处理，你要故意的立一个法律，而这个法律还包括不止台湾跟香港，你还包括台湾跟香港跟中国绑在一起了。那尽管有这些啦，那政府当然表态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但是对这个争议来讲，所以香港的反对派可以讲说，台湾政府都不引渡，你说这个法律有什么用？但是尽管如此，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在声援或支持反送中的过程里面，在整个19年里面，我觉得主力是来自于在台湾的香港人，在台湾的台湾人，不是在台湾的香港人，而且是来自于民间，也不是来自于官方。那我这里有整理，就是19年的6月开始到2000年1月，在台湾大概发生了95起那种抗争性集会了哈。大概我从媒体报道，那我觉得找到一些讯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绝大多数集会啦，84场集会，有些是学香港，比如说什么人链 Human Chain， 那也有电影放映会，游行就比较少了那台湾比较特别是演唱会这比较台湾在这10几年来，比如说不管是反核啊、大埔啊，都有一些，有时候运动游行完之后都有一个音乐会，也蛮台都是。那中间那个分配是那个地区啊就95场里面，你看到其实台北只有不到一半，台北市45。那你可以想说，台北市有总统府、有立法院，现在有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但是那时候有，就是香港驻台的办公室，就有那么多可以抗议的地方。但是台北市没有超过一半。那事实上，比如台南就11件甚至你如果看一下那个分布，屏东、苗栗、云林、花莲，你觉得这种比较偏乡啊、后山都会有抗议，所以你会发觉它其实分布的还蛮广的就不是说它只有在台北一头热。对，那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有点像现在台湾在称乌克兰也是全台各地都有了对，就101会放个乌克兰的国旗的然后就有音乐会会来之前演奏乌克兰国歌，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氛围啦这个当然差了3年。那如果看那个发起团体其实最多就是学生学生就涉及了47在一半，那还有一些公民团体很多是倡议团体或独派团体的。那政治团体包括政党，实际上民进党也办过，政党都是独派政党一些小党是，比如说时代力量或一些台联党其实都办过。那还有一些教会在里面也是参与蛮多。那我会觉得就是说比较有趣，说观察从反送中运动到现在的变化，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回过一开始讲一国两制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邓小平上台的时候要取代毛泽东时期要武力统一，要学习台湾解放台湾，所以讲呢就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那因为刚刚讲，因为中英谈判的议程被拉到前面，所以香港等于是先实行一国两制。所以在北京或在中国共产党的路径图里面设想的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垂范台湾嘛，只是为台湾设计，是香港先实行。所以北京所设想的是一个某种程度你可以讲就是说，台湾的香港化。那过去某一段时间，台湾也觉得好像是这样，经济整合，接下来就政治不可避免就整合。所以台湾香港化其实是北京所想的啦。但是这个从80年代初期有设定的样子路径图，到后来97年主权移交之后，开始陆陆续续的香港人的反抗。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某种程度是没有发生，反而是香港的台湾化。那香港台湾化是说，从在19年之前包括雨伞运动，你会看到说，过去在台湾所出现的一些政治词汇，包括公投、独立、自觉、本土，
都在香港开始出现了，是台湾先的。而且当香港来用这些东西，他们知道他们这东西在台湾用过，他们有些人想要去区隔跟台湾，有些人就是觉得要跟台湾一样。一开始是这样，所以某种程度你可以说是意想不到出现了，就是香港的台湾化。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讲到19年的那个反送中运动，台湾引起了很大很大的声援回响。那这会影响，这是不是影响到2020年1月的时候台湾的选举就影响大声，蔡英文拿800多万票，然后他取得第2任，而且民进党也取得继续延续国会的多数哈。那这个变局，那当然因为跟香港是几乎同步的哈。那到底会不会有影响？所以我看到的资料是这样，就是说在中研院选前1个月，就是19年12月做的调查里面，就是有68人，68%受访者是支持或非常支持香港反送中，这个比例是高过于蔡英文的得票率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讲的说，在台湾里面同情香港或同情反送中的，其实是跨党派，但是问题是还是会有一些深蓝的，其实是他们会讲法会跟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宣传，或者是在香港的建制派的支持者讲法是一样啊，他们是暴力啊，是暴民，这当然还是有，因为在台湾的一些声援香港活动里面，经常也会遇到那时候的韩粉啊，在选举的时候韩粉跑过来骂或怎么，大概所以你会得到这样，所以它大致上这68%超过2%的公民大致支持，但是你会知道就是会有一些比较深蓝的是反对。那这也在国民党事后的选举检讨报告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那个就是国民党在想说为什么要选输，要讲很多理由的。那其中一个他讲说香港反送中的意思，让民进党超过王东港这个成效，所以这有点推给国民党，推给民进党，但是事实上他也承认说这个香港议题是让他们扣分很多了。那当然我也想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反事实，如果说香港的思考说，假设没有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民进党会不会赢吗？这个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在选完之后了。但我个人的想法是，我觉得民进党可能还是会赢，但是可能不会赢得那么大，不会那么好看。那这涉及到一个问题，说因为韩国瑜他是个非典型的候选人，那后来问题在他4月参选的时候呢，是支持最高，后来国民党7月党内初选，但是之后他的民意是一直掉，他开始掉，实际上是早于香港反送中的。那后来他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包括私德，慢慢被挖出来。所以我个人不觉得说，好像民进党完全靠反送中赢。我觉得民进党可能还是会赢，赢面还是比较大，但是绝对不会胜选的获得那么高的支持，可能结果是那样子。那展望未来那最后就是我最后一张文件了。那第一个就是说，已经肺炎已经2年多了。那这中间发生很多事，如果台湾现在最关心的事情的话，大概就是乌克兰战争2月爆发以来到现在。当然，就议题有议题的issue attention cycle 关注能力低那几个问题在台湾就第一个就是说，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推国安法的时候，然后我们蔡政府就说我们要从事人道救援，推出个台湾香港交流办事公司，就在陆委会下面。那当初承诺说居留、安置跟照顾要如何落实？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其实已经2020年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那从一开始民间团体讲说，因为我们台湾没有给任何一个国家庇护，所以有民团就说我们要推难民法。难民法后来事后想想，真的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的宪法是没有把港澳居民当作外国人，你不可能给本国人庇护嘛。那你除非先宣布台湾独立好了。对，所以难民法后来就不谈。那比较前一阵子大家讲的是直接 HF177只是一个官方认定的一个根据港澳条例18条的认定的一个机制，那这当初民团的讲法就是说，你既然有来台湾这个100多个专案跟其他的，你就直接给他庇护居留，让他们可以取得永久居留。但是这个东西后来政府不想。那在上个礼拜，其实才爆发出来那个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说
这个是上礼拜才爆发，就是说陆委会本来宣布在5月1号开始要那个推动那个一个叫就业定居，就是在台湾只要居住5年，工作就业5年，而且经过国安审查等等的话，就可以取得国民身份证。但是在上礼拜才爆发很多民进党立委的质疑，所以这个东西就暂缓下来。所以目前为止，就是说，到底政府当初所承诺的这些人道救援，到目前来讲还是争议啊。那另外一个可以谈，就是说，香港的本土运动当然已经是被压下去了很多人被关，很多人流亡。那现在靠的就是海外的离散社群。那我觉得就这点来讲，台湾过去海外的台独运动经验，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值得参考。因为第一个，台湾以前海外就是面临黑名单问题，那香港现在有国安法，现在很多人可能也不敢回去，或者是回不去了那第二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台湾人知道这个海外很多那个职业学生会打假报告嘛，那在香港的海外社群，现在很多跟世界各地都有，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那台湾也有很多主同乡会或发法去倡议，那香港其实慢慢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个接下来就说，我觉得中国民运或许一个负面的讯息就是说，64天安门的记忆，其实在很多西方国家很快就忘记了。那你现在只谈论香港的议题，香港不断的持续被镇压，还是很多人被关，其实很多人是不太关心的，所以那个记忆力，就是大家会把那个有时候就不关心这个问题那我觉得香港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要考虑，就是现在香港这些海外社群的民主运动，我觉得有很多的潜力，不管是好的例子还是不好的例子都可以参考。那我觉得台湾跟香港其实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全球威权在扩张，而且这种领土收复主义其实是很多国家会面临的威胁你说包括这次乌克兰战争，为什么东欧国家很担心那包括为什么台湾那么关心香港的变局，以及为什么日本人那么担心台湾接下来会下一步为什么？我觉得都是面临同样问题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变数就是说，民主国家越来越两极化，包括美国在内，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个是不是能够愿意对这种香港民主运动，以及包括台湾在民主冷战的前线愿意投入关怀？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值得看的问题对，我的简报就到此为止我先离开画面。谢谢何教授的好，那我们现在来请听众。听不到声音，听不到声音听不到。对不起那个谢谢何教授精彩的演讲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可以请听众朋友提出问题？那请各位提出问题的时候尽量把握时间，谢谢。吴先生，请。请。请提问。请吴先生，请提问。OK 我现在讲话，各位可以听得到吗？是可以听得到那我刚刚有这个讲到这个香港的这个未来跟台湾之间的比较我想呢，第一个声明呢，我认为呢，香港 it's over，OK， 这个是永远的 it's over， 除非 CCP 倒台，香港的未来呢 it's over， 这个是我的看法了然后第二个呢，刚刚这个教授有提到说这个中国呢的那个土地的买卖的拥有权呢的那个整个的那个 concept 跟那里面的那个的内容是从香港那边学的。那我认为这有一个基本上非常大的不同，因为呢，在中国呢没有私人土地，全部是 leasehold。leasehold 在法律上的概念呢是 Who is the landlord? The CCP is the landlord.
那这样子的话呢 ，leasehold 这个概念呢，是他随时要收回来呢，他用一个国家安全的理由，随时可以收回来。所以这个 leasehold 的概念呢，是基本上呢跟香港是并不一样的。OK， 还有呢，在 NYU 的法学院曾经举办过房地产的那个 ownership 的概念的研究。那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拿中国的这个 leasehold 的概念来讲说，它这个不是民主，真正的民主是要拥有 you are the owner。那大陆呢 ，no you are the leaser，leasee 跟 leaser，OK， 所以一个是承约者，一个是给你承约的人 ，who is the boss？ 那这个就不用讲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像那个在这个天安门那个时候，以前为了那个麦当劳事件。那这个CCP 他要把麦当劳封掉，那随时可以封嘛，对不对？所以说用这个例子，我们来看李嘉诚，那我们就知道说 leasehold 的概念，土地拥有呢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拿这个来跟香港比呢 ，it's not right。OK， 还有另外呢，关于这个台湾的问题跟香港的问题来比较，我想举一个例子，这个。Secretary of State， 那个Pompeo 来台湾，就讲过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Pompeo 讲过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是美国的国务卿，所以我其他就不用讲了。OK， 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美国的国务卿，也是美国 CIA 的头 Pompeo。也是现在的政治的明星，他讲的。好，他说台湾是个独，谢谢。OK， 谢谢。下一个问题，谢谢。Martin。Yeah， OK， 好了。我讲话OK， 谢谢那个何教授哈。我有2个主问题啦。第一个问题是，今日的香港，明日的台湾吗？我个人是说台湾，明日决定不是台湾啊。你如果有意见可以回答。OK。第二个，今日的乌克兰，明日的台湾吗？2个月前可能很多人会这么想，但是呢，今日的乌克兰绝不是明天的台湾第3个问题是，今日的俄罗斯会不会是明日的中国？这个请回答。今日的中国是不是明日的台湾的民族？也请你回答这是你的看法。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了解香港，也了解台湾的社会人民你说明一下，今日香港人民比较台湾人民对自主国家的意识有什么不同？还有最后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就是这2个问题，谢谢你。谢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请问观众、听众朋友还有什么问题？好，谢谢。许先生，许一凡先生，请把camera 打开，camera 打开，然后做自我介绍，谢谢。听得到我吗？可以吗？还是可以。来，请。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最近香港有一些居留在台湾的，可能比较像偏居留的，然后他们在申请移民的时候，因为就是可能就碰上问题，因为就是你很难去判定说，然后这个人他到底是香港人，然后还是从大陆那边来的人，然后呢，他们现在就卡在这个问题上面了，就是说，怎么说？就是因为香港的话，你就觉得说，可能好像不支持他们，好像人道上过不去，然后可是支持了他们，然后
好像又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安全的感觉。然后，那我想请问一下教授，就是对于港人居留，然后就是长期居留在台湾的有什么看法？谢谢。这个如果现在听众、观众朋友没有其他问题，哦，我有一个问题啊，好，谢先生，请何教授，我想请问你啊，那个黎智英啊，Jimmy Lai 啊，那他的现况怎么样？你是不是可以谈一下他跟台湾那个香港的民主化运动，那最后他可能什么样的结局？谢谢。好，如果现在我们有4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请何教授来回答这4个问题？谢谢。谢谢大家哈。那几个问题还蛮广的，我就尽可能回答好了。然后黎智英 Jimmy Lai 嘛，他长期以来就说，他其实资助很多香港民主运动跟民主党派，那所以对于北京来讲，其实把他抓起来，不只要让他那个一传媒、苹果日报在香港那边，像香港跟台湾是分开的就说香港那边让香港没办法运作之外，香港的一传媒没办法运作之外，很重要是要查他的资金来源啊。就说因为已经好几次传出来，就说他都是大量给啊，那北京一直在觉得说他就是美国汇钱的管道啦，所以连他的秘书账务都被查，其实一直在查他这个，但是这是不是我不知道啦，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北京的讲法一直觉得说，那个香港的民主运动一直有被境外势力在推动，一直有个黑手啦，所以再怎么样机密赖都一定会想办法制造那个证据出来了。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朝向那个方向那当然就是很多人，因为他要被捕之前，很多人已经警告他了，那他就后来决定就是他不逃嘛。那所以我其实说还蛮佩服他了，他有点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啦，有点想要说，那我就真的那个我都信奉自己的信仰下去了对，那当然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了，那接下来就是因为现在香港人做法就是说我先把你的政治物抓完之后，全部先抓起来，然后无限的都不放你出来，一个案子一个案子一直查，会一直要有很多案子可以判你罪啦，所以基本上你会期待就是，虽然国安法是不会有死刑，但是我就是不让你放出来。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就我从后面回去，就接下来那个许先生讲那个移民那这样刚好就是像目前台湾最热门在讨论，也是有很多争议的地方那我先讲一下，就说我们台湾其实对外国人跟大陆地区人跟港澳是有3套制度，对港澳是最宽松的。那在90年代的时候，你只要来台湾念书，台湾政府就送你身份证了。在90年代的时候，那真的很夸张。那后来就慢慢趋严，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很宽松。比如说，外国人要在台湾做经济移民投资，最少是1500万，港澳居民是600万。那除了经济，也还有很多的移民管道，就取得定居取得身份证。那这几年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说，因为有些管道太松了，所以政府想要把经济移民那一块给政府市场已经有在紧缩，因为以前只要600万进来，政府都不管，现在规定说600万你要雇佣2个台湾人你还要实际上有经营的这个活动，所以政府会去查。那所以最腐烂是经济移民这一块其实政府还在慢慢的把它给管紧了但是其实现在问题是说，那其他部分有些是太松，比如说太严了。比如说，就是我刚刚讲过，从19年到2000年，有一堆香港年轻人来台湾，那有些真的是逃难过来的，有些是虽然没有那么紧急的危险，但是他选择来台湾念书，不管是念大学或念研究所，逃难过来，甚至连高中都有。那这些人基本上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拿特区护照进来，那护照会过期嘛？那跟台湾以前的黑名单的问题一样，就是说你拿台湾的护照，但是接下来台湾的外管不让你 renew， 所以你等于没有国籍啊。所以香港首都已经直接面临这个问题，你如果不给他的话，
这些人就是其实都几百个人，那所以大家现在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大家聚焦说这几百个人，政府本来开一个方案叫做就业居留，就是你要这些人只要持续在台湾工作5年，经过审查，包括国安审查就可以取得身份证。但是前阵子闹开了，大家都怀疑说，他们是不是有一些渗透？但是我觉得这样怀疑是不太应该的啦，应该这样讲，就是也要他渗透了呢，你经济移民最快啊，因为经济移民门槛最低啊，那你要待5年，还要国安审查，那你要担心说这些人可能是会被渗透和匪谍，那我真的觉得是有点焦点误置啊，就是说我们要管的是那些经济移民，这个门槛太低了，而且我是共产党，我派这种最快啊，还有专业移民，但是你对这些需要照顾的手足或年轻人，所谓的就业居留，你不让他们有这5年这条路，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在前阵子才炒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政府也是会担心，就是有很多国安审查或者考虑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一刀切。所以有些申请案会被打回票，他得到理由说，因为申请者是中国大陆出身，或者申请者是在中资单位或香港政府机构任职，但这一刀切会有很大的问题。其实我的了解是，其实因为被申请移民被驳回的人会拿到意见书，有时候会写这个东西，但有时候真正理由是没有写上去，这个理由只是其中一个，也就被人家无限扩大。就说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中国大陆出生的香港移民，会被加强审查的强度，但是不是代表说你只要是中国大陆出生的一定会被驳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在中资机构以及香港的政府单位任职，这会很麻烦，因为香港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所以你只要在香港的医院里面当护士、医生，你都被认为就是在政府机构，那这些人也会被强化审查，但是不代表这些人的申请一定会被驳回，所以这有一些需要澄清的部分了，所以大概对香港的移民跟定居问题是这样。那接下来就是对那个蔡先生Martin蔡先生的问题，说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当我们讲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个讲法是香港人以前就讲了，昨日西藏，今日香港，那甚至我也经过很多日本朋友讲今日台湾，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后天日本，我都听过这种很多 analogy 啊，包括台湾啊，说我觉得台湾因为在一个国际地缘政治的破碎带然后台湾长期历史都被这些外来势力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台湾其实一直看着国外，然后在讲自己嘛。你现在看乌克兰的，台湾会不会是乌克兰？这样蔡先讲，中国跟俄罗斯，台湾经常要重笔，但这是去年8月那个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时候，然后塔利班重新取得那个首都控制的时候，台湾讲，台湾会变阿富汗啊，被美国抛弃，都有很多这种 analogy 的但是我觉得当然是我想没有人可以做预测，但是我觉得比较可以看的是大家市场从这些 analogy 来讲什么东西。当我们讲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是台湾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光这样讲出来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效果，那既然香港已经那么惨，我们就不要变香港那样子。那香港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有几个香港人在几个关键点上可以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做所以我觉得大概这个是可以提醒的，所以我真的没办法预测会是什么。那接下来我觉得第二个那个蔡先生所提问，我觉得是涉及到一个认同。当然香港跟台湾本来就不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很像，就是说台湾人的认同。那当然大家知道说是在日本统治下才开始本岛人才出现一个相对于那个外来人内地人，日本那时候叫内地嘛，台湾叫本岛嘛，就本岛人相对内地人成立那个台湾认同。要不然台湾从移民史上历史来讲，就是不同的闽各啊、漳泉啊，那个台湾的意识慢慢开始出现。那在战后当然面临一个就是国民政府的228跟白色恐怖，那个台湾的意识是慢慢这边凝聚起来，所以我觉得认同本来就是会慢慢形塑，那形塑之后，它不一定有一个政治意涵。台湾开始有政治意涵，其实是因为整个的独立运动跟反对运动跟民主运动。那我觉得在香港里面，你看到是这个香港人的认同是在一个非常急剧的时间里面爆发出来的。
他开始，尤其在反送中运动那时候开始讲，街头上开始有人讲香港独立唯一出路。这个基本上在香港在19年前任何前2个月、前3个月都不可能想象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是非常的短时间里面凝聚出来。那也包括就是说很多海外香港人，比如说跟台湾人以前所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就是在 US Census 的时候就 identify themselves as Hong Kong 人，那而是 Chinese。在香港，在那个美国是这样做，在澳洲也是这样做，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你会看到它其实跟台湾有这样类似性，只是它时间被压缩的很短，而且爆发力很强啊。未来怎么样？我想我是真的不能预测了哈。啊，最后一个那个吴可能时间有限哈，我最后回答那个吴先生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对香港有情感，我想就不会说 it's over 了。就像我觉得说我们大家对台湾有情感，我们也不会讲台湾是 over 了。就是你有情感，当然情感会是绑住你理性思考了。但是我想回去谈到2009、2010年那个氛围，就马英九刚上台，那马英九要推两岸的和解，那奥巴马那时候也学得很好哦。然后如果你看那时候很多美国外交的美国外交的智库或者学者可以讲说啊，我们要放弃台湾了，那就用台湾跟中国来换好。你看那时候的言论，包括16年那时候Hillary Clinton 他在选总统的时候，那个 WikiLeaks 露出来那个，开始让幕僚都写信给他，就该建议就转发一个信说，刚才都让掉台湾好了。那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讲说，在09、10年，在奥巴马那个年代，就马英九刚上来，奥巴马，你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很多人都觉得台湾是 it's over，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对台湾有情感，我们不会那么快就接受这东西啊。香港，我同样的是说，第一个这是讲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觉得历史之所以有趣，是永远有很多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东西，没人知道乌克兰在72小时没有投降，结果现在反而是俄罗斯一个大麻烦嘛，哦。就历史上总是有这些我们出乎意料的东西，大不一定会赢，小不一定会输。所以我觉得同样看香港的情况也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香港下一步会是什么。我当然同意，就是说香港的前途，我想香港都知道，香港共产党不倒，香港不会好，他应该这样讲。但是共产党怎么倒，会什么方式，我想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能做的是到目前为止把几个可能影响力量给讲清楚，让大家会接下来发展可能有一个图而已。我想我能够做的是这样子而已。好，我想我先讲到这边为止，时间是不是也超过了？好，谢谢何教授今天非常精辟的演讲。好，那刚刚何教授最后的conclusion 的部分哈，让我想到2013年在他们指令他的尤其的里头内页的故事就是 Say Goodbye to Taiwan。那时候因为台湾已经要跟马英九政府已经决定要跟中国这个共产党的政府就走得非常近，所以几乎西方的主要的媒体都预测台湾在3到5年之内就会被中国所统一。那谁知道说这里一下子历史上就会有一些很大的转折，所以这个讲起来就是有时候即使是独裁者，他很多时候他觉得我一切都在我的掌握当中，但是上帝的手都在这个历史当中来掌握哈。那我们现在最后我们想请我们的主办者 Martin Tsai 来做一下日后活动的预告。那我们在Martin 在介绍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一次的谢谢何明修教授精辟的演讲？谢谢您，也谢谢你今天牺牲你自己的家庭的时间，祝您的夫人和您的母亲这个母亲节快乐，谢谢。各位全球的网友跟各位先进，今天谢谢何明修教授来谈论以社会学的观点、台湾社会的观点来谈论台湾的未来。今天是母亲节希望全人类的人们来纪念我们的母亲，怀念我们的母亲。OK， 那我报告一下，那个海外网对于乌克兰战争对台湾的指数
阴影跟冲击啊，我再报告一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是请台湾的刘仲义教授跟江建祥律师，以他们的专业来讲啊，以进入乌克兰为什么能抵抗俄罗斯的军事侵略，主要是是他们乌克兰的民族的艺术跟觉醒跟决心啊，现在他们两位就是要谈台湾民族独立自主。那江建强律师要以国际法跟人权，以台湾人民要怎么对抗？如果中国像俄罗斯一样对外侵略的时候，台湾人怎么应应？啊，这是5月下个礼拜6的，在下礼拜呢，由那个谢正宽先生来主持，来说明那个侨社跟那个艺术家声援乌克兰的状况啊，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现在全球传的链都是在支持弱小的民族抵抗外来的侵略。那我在报告在下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啊，海外网已经请到了台湾的立法院长来主讲台湾国家安全的立法，因为美国911的时候有立法一个新的美国国土安全法啊，台湾因应乌克兰战争也应该也要有一个国家安全的立法。OK， 再来也请到了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博士来谈论那个台湾的国防战略跟这个政策的改变。因为这次乌克兰战争有对这个国家的国防的战略跟政策有需要改变，因应现在的 AI 战争以及各种这个运用，所以现在他也会谈到这个境外决战的观念啊，给大家。所以这3处希望全球的网友来了解台湾的处境跟台湾人的未来要怎么因应，所以这都是很高级的。然后呢，那个海外网现在今天已经是第8次，还有这几次，所以未来的几次呢，比较要请这个重量级的主讲者来这个结论，乌克兰战争跟台湾人的启示做一个结论，所以呢，请各位来推荐那个主讲人啊，谢谢各位啊，晚安啊。那个马婷哦，我这边结束之前讲几句啊哈。你头仔讲 Happy Mother's Day 对无？但我袂记你讲，咱共同的母亲就是台湾，吼。那么咱直接过一更加来关心台湾。头仔你有报告讲5月21，因为咱这个月啊，吼，伫美国其实叫做Asian American Heritage Month， 所以伫这个月啊，各族群的人拢会积极来表示认同美国，同时嘛会来展示因的文化。像今仔日咱的主迄个 host 林正元律师啊伊其实是这个联合会会长，因今仔日嘛伫旧金山有办一场台湾文化节，台湾文化节嘛伫遐展示讲台湾的文化，所以我想咱伫5月21。有一群朋友有目前已经有联络，有答应要来，有日本ethnic group 甲有菲律宾，甲有这个越南甲有西藏因拢会派代表出来，要来甲咱
分享讲因的社区安怎来对这场战争安怎开始，过来佫有一个别人的团体，就是叫做 Positive Spin，迄个 Unity Foundation 吼，这是因大概成立已经有45年的历史啊，因专门是伫是伫联合国 NGO 内底的团体啊，伫 promote 这个 World Peace 吼。过来上尾一点钟就是咱台湾侨社伫湾区的台湾侨社有差不多4、5个朋友，因是 artist， 因为真济真甲这个 Ukraine War 有关系的这个artwork 吼，要甲大家分享，所以希望大家到时来观赏吼，多谢。OK 最后就是要多谢咱的 host 加州联合会会长甲伊的团体来 support 这个微百的 service 安尼林会长真多谢OK 多谢各位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台湾平安，永续经营多谢恁来参加。OK， 各位，多谢。多谢大家，多谢这个何教授，OK， 大家晚安。好，感谢。多谢，晚安。